告诉姑娘，在杭州西湖穿着汉服来逛西湖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巴萨姆吉，大家光伞阿尼巴萨姆吉。今天我来到了我们杭州美丽的西湖，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雷峰塔。我们的专场也快要开始了，也就仅剩4天的时间了，所以内心有一点小紧张。今天呢，出来散散心。我们的专场将会在6月4号在西藏拉萨举行，当天也邀请了很多当地的网红一起来助阵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。我们在6月4号在西藏拉萨不见不散哦。隔藏不了個人這舊話。